喂，Hello 啊，歡迎嚟到雅雲永利，又係我 Eric 啊。咁今集咧就同大家想講少少一啲比較簡單啲嘅嘢，就教學性啲嘅嘢嚟嘅。咁就嗱，我唔知點解咧，我最近咧都識到有啲朋友仔啦，就好多時咧佢哋都會係咁啱啊，就係、上年啱啱轉咗運，或者係啱啱今年轉運，或者係即將出年會轉運嘅人。我又想問一問大家啦，即係如果譬如話你個大運即係轉啦，即將轉啦，譬如我當你4月26號出世啦，咁樣計，咁你覺得通常譬如今年你會轉運嘅啊，轉呢個大運嗰隻轉另一個大運啊，轉一個好好嘅大運咁樣計啦。咁你係4月26號出世，咁你通常你係幾時會入到嗰個運咧？咁通常有好多人咧都以為佢生日嗰日嚇，生日嗰日4月26號咁我出世嘅，咁啊即係4月26號，我生日吹蠟燭嗰日咁樣就轉運啦，咁樣係咪？咁亦都有啲人可能會覺得，咦？我2025係轉運嗰年嘅，咁我即係話可能會係喺嗰個正月啦，即係農曆嘅一逗利是嗰月啦，新年嗰月就轉運嘅，咁係咪？咁咧其實我用開嗰套咧就唔係嘅嚇，即係如果有睇開我啲片，就追開我啲片，咁如果有睇到我之前有一條片係講阿 Trick 即係阿查理柯克嗰條片，就曾經講過關於轉運嘅嘢嘅，咁就應該知道我想講啲咩啦嚇。咁咧今次就係想講翻一個我會用啦，OK， 或者我啲師兄弟會用啦嚇。咁就覺得係 work 嘅，睇翻自己嗰個轉運幾時轉運嗰個方法。咁其實有咩用咧？咁睇下你係咩人啦，即係譬如有啲人係中意睇住個運去，即係譬如講緊我早嗰10零20年都係唔好運，我知道已經算咗命喎。譬如揾著我咁樣啦，或者可能你識睇啦，係因為好多人都好似叻過咁樣噶嘛，係咪？咁就睇到咦，我轉運咯噃，咁樣咁我有啲手頭上有啲錢啊咁嗰啲或者點啊，咁就可能想搞生意大張旗鼓啦咁就可能就會睇住究竟我幾時轉運，咁我幾時就出擊咁樣嘅。咁有好多人都會咁，或者係譬如我已經風光咗幾十年啦，咁我而家諗住可能退休咁樣，咁睇下嚟緊呢個運唔係咁靚喎，咁樣咁我準備可能將啲生意收下，或者係呢啲可能唔做住啊，咁嗰啲咁佢哋會有一啲好多唔同嘅人生部署啊。打工都會喎，其實都會有一樣咁樣嘅部署。咁究竟係點樣去睇嘅咧？嗰種轉運咁就係唔係真係好似譬如某啲師傅所講話3、5、7年咁樣先至入運嘅咧，或者係遇到某啲流年先至會有嗰個威力出現嘅咧？遇到流年咧係有時有啲應期嘅嚇，咁但係係唔係一定係要遇流年先至係真係出現個效果咧？就因人而異嚇，未必嘅。咁我就所以都要講一講啦，就係究竟點樣睇到自己幾時轉運？咁你自己就識得點樣去部署你一切咁嘅嘢啦。咁好啦，咁我講講先。就通常咧轉運其實有啲口訣嘅，有啲唔講口訣啦，方法啦。首先喺度講一講先。睇唔睇到呢個牌？睇唔睇到應該睇到啦。我寫住火字，即係咩？火命人。火命人第一時間你就會諗起，咦，我屬丙火喎，咁樣講。但係咧，呢個火命人咧就唔係話你屬乜嘢唔係咁去定嘅，係你嘅年份屬乜嘢。咁年份屬乜嘢？咦，咁嗰啲有好多人就會即刻諗起就係，我個年份好似係屬火嘅喎，我譬如我係丙子咁樣計，咁樣丙子年96年出世咁樣，咁丙子年係咪屬火咧？乙亥
丙子年係唔係屬火嘅？其實搞清楚先。所以呢個火係乜嘢咧？呢個係納音60甲子嘅納音。咁60甲子嘅納音就係自己要上網 check 翻啦，因為我唔可以話係一路讀晒佢究竟譬如甲子乙丑係乜嘢，跟住開始丙寅丁卯係乜嘢咁樣，咁就有排讀啦，係咪先？咁就上網揾翻，咁就60個甲子，你哋年柱個太歲嗰個位，你會揾翻死，你哋上網打納音嘅知噶啦，咁自然而然咧就會出咗佢嘅納音出嚟，有個納音表嘅。譬如甲子係乜嘢咧？咁樣計84年嘅甲子，甲子同乙丑係咩咧？睇到甲子、甲木、子水好多時就係咪木啊？係咪水啊？唔係，甲子同埋乙丑係海中金係金嚟嘅。OK， 咁所以呢個火命就睇翻自己係咪納音係火。咁納音嘅火係點咧？就係每逢你入咗運，譬如果今年入運咁計，今年譬如乙巳年入運，清明前嘅3日嘅午時。就係你入運嘅時候，即係你上一個大運離開，跟住到另外一個新嘅大運入嚟嘅時候，咁清明節即係4月4號4月4號前3日喎，唔係4月1咯，係咪？4月1嘅午時咯 ，OK 咁跟住土命啦，土命即係納音嘅土命，納音土命都幾多㗎我唔講咁多，即係譬如好似98年咪納音土咯98年咪納音土咯，即係。戊寅己卯嗰啲納音土咯 ，OK， 芒種後 ，OK， 9日辰 ，OK， 辰時，即係芒種即係幾時咧？6月5，但係之後喎，呢個就唔係前3日，呢個之後9日喎，6月5，咁啊數翻咯喎，9日即係幾多？6月14號啦，係咪？6月14號嘅辰時就係轉運金嘅。處暑當日，OK， 睇唔睇到處暑當日，即係金命納音金命嘅人，8月23號就處暑嘅嗰日，當日嘅申時 ，OK， 當日嘅申時就係轉運啦。咁好啦，咁跟住仲有嘅金木水火土嘛，木命即係木命啦，跟住又大寒當日壬時。大寒係幾時咧？1月20號喎，當日嘅壬時即係半夜啦，係咪？即係子丑時，即係3、4點嘅時候啦。水命冬至前3日，冬至幾時？12月21咁啊褪翻出去咯，即係12月18號3日嘅亥時呢啲記住啦呢啲就係一啲嘅轉運嘅時候嘅境況，咁但係要知道一樣嘢嘅，譬如好似大寒當日呢個木命咁樣計，譬如如果你係木命嘅話，當日我頭先咪講咗1月20號嗱，咁咪睇下咯喎，你要抄翻咯喎，就唔好記你哋新曆係幾多年轉運咯喎，你要抄翻睇下你哋嘅係每逢遇到流年乜嘢天干轉運咯喎，即係假如2025轉運咁樣計，又係講今年。你係遇到月，即係話你寫住係月字年轉運㗎啦，係咪？咁月字年你就要諗咯，你大寒嗰一日其實係2026嘅1月20號㗎噃。所以如果你咁啱你係木命人，你咁啱今年講緊係今年嘅月字年直係要講月字年，遇到月木而轉運嘅大寒當日，咁就即係話要去到新曆嘅出年1月20號嘅人先至係轉運嘅，就唔好以為係今年嘅1月20號嘅人而轉運啦。OK， 就係咁啦。好啦，咁而家咧就借一借嗰個之前我講過嘅查理柯克嗰個命去講一講，咁就大家會知道究竟嗰個入運嘅影響係點樣啦。咁就呢一個就係上一次啦，我講過佢嗰個八字啦，癸酉年啦，
壬戌月啦、戊辰日啦、癸丑時啦，係咪？咁佢就戊辰日生於呢個癸酉嘅年，癸酉年就即係金命啦，係咪？金命就即係幾時咧？金命就係、就係、呢個啦。金命處暑當日申時 ，OK， 就係即係等於今年嘅8月23號佢先轉運。嗱就咁嘅，佢會即將轉呢個大運咧，就即係佢終於入咗啦8月23號啦，就入呢一個戊午 ，OK， 戊午大運，戊午大運，佢會遇到個因為丙，因為個丙都係啦，丙同戊都係啦，坐呢個午火，呢、個午火就係陽刃星嚟嘅，對於命主嚟講 ，OK。咁陽刃星通常如果受傷、受穿、受衝咁嗰啲，好容易會出現都係一啲橫禍啦，或者係血光啦嚇，或者係啲好快嘅出現一啲嘅不測或者一啲嘅問題。咁而且佢係應咗喺邊度咧？應咗喺嗰個丑午穿啊，同呢個丑土佢時柱。咁個丑土應咗係個丑土嘅話咧，就即係呢個時柱呢個位咧啊。合啦，戊癸合啦，加上應落去個丑午穿啦，咁時柱就係人生嘅終點啦、尾聲啦。咁所以如果直接應咗落去個時柱嗰度咧，就好容易真係會出現一個比較人即係比較係同生命有關嘅問題嚇，好容易會唔一定死，但係有啲人嘅死亡係因為會沖克到時柱嚇，或者係穿到時柱，咁會出事。OK， 咁就好啦。如果入到呢個運，其實最高危咧應該係出年嘅，出年丙午年啊嘛，丙午年就遇翻午火係咪？咁就同埋佢行到落去，去到呢個運嘅最尾，佢會有機會遇到個丑年、牛年。咁丑午穿都會應嘅係咪？其實嚴格嚟講，年份嚟講最應運就係出年同埋丑個牛年，所以如果佢冇死到，咁佢明年同去到遠少少嘅牛年，佢都係要擔心下嘅。OK 啊，咁好啦，咁點解今年又會出事咧？好啦，咁今年戊午 OK， 如果唔係真係呢個日子轉運嘅話，唔係呢個日子轉運。如果係先講佢生日先，佢生日10月14號係咪？如果佢生日10月14號轉運，即係話佢根本就未入呢個運，係咪？咁就唔會丑午穿喎，即係佢至少要過生日，要去到10月之後，10月14號之後，佢先至要擔心呢個問題。咁好啦，咁如果你話一轉咗年份。一去到就係講緊嗰個正月就出現嘅問題嘅話，咁佢就應該要喺午火嘅月份，即係新曆6月，佢就要出現嘅問題，因為新曆嘅嗰個六月嗰個午火月份係個節氣嚟噶嘛，個威力係特別強噶嘛，咁佢是但呢日中一啲丑嘅日嚇。或者我第一陣再講嘅可能係啲酉啊嗰啲日子，咁都會出事嘅，係咪？咁啊成個6月佢都冇事喎，事實上係嘛？佢要去到9月先出事喎，係咪？9月10號嘛。咁好啦，佢出事嗰一日就係月至年，去到酉月午火日 ，OK， 午火日 ，OK。8月23號，咁佢一入到佢大運係乜嘢咧？嗰個月份係乜嘢咧？新月 ，OK。新月就即係點咧？新月就梗係未必有事啦，因為新月嘅話，申辰拱子嚇，申酉戌金局都係有金局，但係呢個金局就係申酉戌金局嘛。咁同個午火最多就破酉，同埋合到落去個戌土度，咁變咗又破陽刃，合陽刃，個傷害係冇丑午穿，即係穿陽刃咁大嘅。咁佢穿係去到丑啊嘛，咁但係個申嚟到同個丑係冇關係嘅，咁所以新嘅月份冇事嚇，就算你遇到啲日子高危，可能未必有事。咁跟住啦，去到真係啦，酉嘅月份午火 ，OK 嘅午火日
有嘅話係乜嘢？因為佢月字年加埋呢個酉，加埋呢個丑，自有丑係金局。咁呢一種金局咧，就真係啦，關事啦，就係呢個破啦，破五火啦，有五會破啦，有丑就會穿啦。OK， 即係有破又穿嗰個陽刃，咁變咗就會個影響大。咁同埋酉係中神嚟嘅，所以掕埋個流年，咁就變咗成個金局就會穿到個陽刃，咁就變咗佢喺9月嗰個日子就五火日就應埋陽刃嗰日，咁就應埋出事啦，就係咁簡單啦。唔知明唔明嘅話，歪大聽多幾次咁啊。好啦，咁呢個例子咧就講到呢度啦嚇，咁其實大家都明啦，係咪？即係唔明嘅話可以歪大咁聽多幾次。咁就同埋都要補充啦，因為佢就算同一個八字都好啦，咁佢因為佢自己做得比較出啊，佢個人嚇，即係佢因為好出名啦，佢自己。咁佢因為佢食傷好重啊嘛，咁佢因為佢自己都做，相對嗰啲事做得好盡，咁佢變咗你容易刺激到呢種嘅問題，穿陽刃嗰個問題，咪係唔係都有噶啦？但係如果你唔係做得咁盡嘅話咧，咁就嗱，我冇話佢啱定唔啱嘅，咁但係佢咁落力咁做得咁盡咧，就會加上佢喺美國啦，因為從事一啲政治嘅行動啦嚇，咁就同埋美國又容易拎槍啦，係咪先？拎槍出街啦咁樣，咁變咗咪佢會容易遇到呢個問題咯。咁你譬如喺第二啲地方或者嗰個人唔係做呢件事做得咁出嘅，或者係唔係咁將個陽刃加埋嗰個嘅食傷嘅力量做到咁出嘅話，咁其實可能係少少受傷啊，或者少少嘅問題咁嘅啫，就都唔一定話會出事嘅。咁睇下唔同嘅人咯，就係咁咯。咁當然穿陽刃嗰個大運都係高危嘅。咁如果有同樣八字嘅人，咁就明年啊，或者係某啲遇到，總之係五火啊、金局啊，形成呢個金局啊，自有丑嘅金局啊，或者係遇到丑唔穿啊咁嗰隻，喺呢個大運裏邊咧，咁都要多加留意咯，就係咁啦。咁就講到呢度就如果覺得 OK 嘅，咁就俾個 like 嚇，俾個讚小弟，咁就同埋未訂閱嘅就多啲就訂閱佢啊，多啲分享俾人睇。咁就撳埋個鐘仔，咁如果係有啲咩特別嘢，咁就特別嘅教學啦，定係可以有啲特別嘅分享俾大家嘅，咁就你哋可以早少少就好快咁就知道啦。咁就今日講咗咁多，咁啊下次再見，See you。